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今日我就爱收给大家的故事，是一个关怀同爱心的故事。在屏东有一个基督教的圣地之家，伊在屏东差不多有50年以上的，伊过长期都关怀我哋台湾的儿童还有弱势。必定佢睇伊哋协助，我哋今日节目攞同哋小家我哋屏東嘅基督教聖地之家，同時同他嘅人講，伊到底係50年來做乜事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來賓，睇到係我哋沙公組嘅組長文雄來到現場，文雄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基督教聖地之家的羅文雄。你今日還有另外的朋友係來自我哋屏東聖地之家嘅高博洋，我哋吹起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嘛係喺屏東聖地之家工作嘅朱翠琪。今日分享兩位來到嚟現場，因為其實我哋喺屏東喺度研究嘛，我哋提講其實聖地之家喺屏東嘛做咗幾多事情，但是有幾多觀眾朋友唔提講，屏東聖地之家做點耐喏，伊係乜嘢去成立的喏？好，係咪從我哋嘅組長，我哋嘅文雄同你說明下講，聖地之家嘅歷史背景好冇？聖地之家它其實是在1964年就開始就成立在屏東。那它其實起源是來自於挪威的一群挪威差會的宣教士。那他們來到屏東的時候，那時候台灣受到小兒麻痹的疫情的影響，所以很多小兒麻痹患者他沒有辦法接受所謂的療癒的或者說醫療服務。那一群來到我們屏東聖地之家就是的差會的宣教士，他就帶着我們的小兒麻痹患者，那到挪威去進行開刀的手術。那回國後，其實就我們的創辦人就是畢加士醫師，那他看到就是接受完開刀手術的小兒麻痹患者，他其實沒有完好的一個醫療復健的服務，那還是在地上爬行。所以他看到這種狀況，他就會心有感而發，他就去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小兒麻痹兒童之家。對，那專門針對這一群由國外開完刀之後的一個小兒麻痹患者，那針對他們做復健的一個療癒服務，這樣。那一直輾轉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屏東聖地之家，我們服務的對象不再是只有所謂的小兒麻痹患者。那我們也擴展了到社區的多元的一個身心障礙者，那當中包含了智能障礙者，或者說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自閉症，對，這個都是在我們聖地之家的一個服務範圍內。所以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聖地之家它做的服務橫跨了小兒童所謂的早期療癒服務，那到成人身心障礙者服務，那我們也橫跨了所謂的一個庇護工廠，就是有關於勞工身心障礙者就業的這個區塊。嗰種談到一部分呢，伊啲講法嘅時間，他個人會想到講，其實喺我哋台灣早期嘅時間，我哋呢衛生條件冇咁好，我哋呢醫療條件冇咁好，其實有幾多我哋人見嘅人嚟講，嗰種冇乜嘅睇不了病嘅人，其實冇辦法去受到過完善嘅照顧同伊嘅醫療嘅一種支持。其實我哋呢宣教士，無論我哋係幾多宗教人士，其實也係故事聽我哋呢宜蘭啦，聽我哋那啲地方都有安尼嘅故事。你講其實有幾多我哋基督教徒，我哋天主教徒來到我哋台灣以後，用一定宗教嘅力量去聽說，其實台灣嘅醫療系統冇辦法去協助嘅人。但是聖地之家50年來嘅，慢慢嚟見到台灣嘅醫療系統慢慢嚟越來越好嘅，可以對小兒麻痹開始做起都提供嘅，也係一樣嘅去治療，同時一樣嘅去聽說嘅時間，而哋聖地之家都慢慢把對小兒麻痹開始轉起到早期療癒嘅部分。我想問一下翠琪早期療癒這部分係都用嘅一做而係診斷出樣嘅東西出來咯。其實早期療癒講嘅都係還蠻突接受嘅青年嘅，現啲寒暑嘅時節都發現講有失敗問題，像講些人家咧還唔曉得認住聽論東西應痛，冇都差唔多嘅意思還唔曉得企，甚至還唔曉得爬，一種嘅情形都我哋都會介入他的家庭去服務，然後教導那個家長。但是一般來講，反正講些人也唔認住可能話唔可能聽到東西痛嘛，因為對成人來講話，其實些人也拿東西不用人眼前地方，以為看到嘅人嘅東西行來行去。可是問題對嗰度媽媽來講話，如果感覺到嗰對象啊，可能伊冇注意到啊，咁係慢人來注意到一件事情咯。
其实下摆家长真是咧无嘛注意到啦，因为生年的水好，嘿，如何诶？嘿，又太如何呀？啊，不过下摆有的可能身后的人、亲戚朋友啊，也喺阿公阿妈迄条。因为带过生年搞过倒霉，因为发现讲呀生年可能的观众眼是无按灵活，嘿，然后讲像因水木，水上啊有是系咧有因什么样的因水？啊，唔是鬼好凶咩？安尼都唔懂得的呀。其实生年只本来都系水木，然后太嘛，啊，不过水太多嘛都唔得。所以迄有一段的时期啦，吼，我说时只是都说的衰的说，但是一来太其实我有些上个时间我个创一些，然后水木，然后录像，然后再搞啊呢。可是变成讲可能人设施个太个专业的，还是跟衰话其实个可能都有问题。嘿，都要注意的啦，啊，都像俺们这年。差不多一段时间都要注意防疏沙咩，啊，去到医院呢，还有任何问题，喏，都得去问医生。像你可以医生一定会跟讲，牙生你的哪有问题，会跟检查。啊，唔系无讲，伊其实都做一般的检查啦，除非牙生你的问题更明显。好，可是我谈牙医师啦哈，唔因为讲其他讲嘅早期疗愈。早期疗愈的意思就讲，后面讲，因为其实以前来等差不多都入学的时候，你跑个时间，生意呢，经常都分享到讲，个生意都唔会讲法吧，好，但是这时间后面都填满了呀，填满了。咁问题生意呢，讲唔这个冇办法满意啊，其实样咯，因为我去提供，要生意呢有发展的问题，或者是他的一个认知上面有发展的迟缓，有某个方法要去评估一件事情。其实俺哋呢。网站上，胜利之家的网站上，都有类儿童发展的检核表啊。如果说家长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我们就可以直接线上自己做一些评估这样。可是，佮评估的检核表来讲，现在的家长这个可以做，都得，这个可以做。可是上面太不稳用的问题咯。如果你家上胜利之家网站，去点看到人家生年差不多1到4，也系规矩人家咧。啊，你家你去看呢，啊，底部有一些问题，你家都会看啊，也的问题，俺生年还没晓得嘞，像俺头讲个是人就晓得啊，谈论东西安尼活动啦，啊，还唔晓得，就代表这一个选项是不过的，不通过。那如果说里面的选项有差不多3项以上都冇过的话，你都要注意。咁像安尼评估表法，伊对1到4都可以做，1到3年都可以做嘛。4年都可以做诶，一直做到差不多1到4。6歲，因为其实我哋有時間也幼稚園有個做一些書有3歲都開始做誒，是幼稚園。幼稚園有啲有幼幼班，6歲都得讀書。係啊，嗰時等於你講，其實嗰時間應該線上都體育都多少看得出來。看得出來，因為其實嗰條青年嘅啊，你都卡槍一類嘅，也係量嘅。啊，伊去到團體啲杯，下擺唔曉得同青年嚟教。係啊，時常都會特別注意講，嘢青年看可能看種18乖乖哦。啊，事實上其實人家家書本那麼有檢核表，伊都會家先做一些評估，啊，真是有問題，會同主管講，要青年看可能乖乖，係咪要通知也要加重來。佢仲有一種評估表底部，它有一朵面向，譬如講頭都講嘅是，我哋講肢體的，好，眼珠會疼的嘛。咁以譬如說智力的啦，或者是說也要嗰種認知上面的啦，好，可能嘛功能的規劃，但是伊真係都你唔是都姓氏還是分唔清楚爸爸媽媽同阿公阿婆嗰度。從嗰種也種嘅檢核表有分冇部分冇？有，其實以檢核表除了有動作誒，然後有一些語言呢方面的問題，還有一些認知的問題都有。你等於講，伊雖然冇外表上面的問題，也人做嘛可能到也嘅我哋講數據嘛改好，但是問題可能也認知上面、認知上面都出問題嘅。哦，因為這裡講，伊應該要出一個學會量嘅無強用嘅事都強下嘅，好，但是伊還是變成一件事。剛才是把我想問一下，剛剛譬如講，其他爸爸媽媽有發現一件事情的時間，勝利之家這邊可以提出怎樣的協助啊？如果說發現孩子他有發展遲緩的一個部分的話，在勝利之家的話，它其實我們的早期療育服務，當然在勝利之家它可以分為，就是我們有早療中心，跟所謂的兒童據點。那在早療中心的話，其實他想要讀我們勝利之家，他必須要先到醫院去接受所謂的一個兒童發展評估。
对，由医院端那边去检测，说孩子他是在智力啊，或者说在动作方面，他是跟一般的孩子相较起来有比较慢的状况。那如果说发现孩子有比较慢的状况，那医生这边他可能就会评估说，这个孩子好像可以去领所谓的一个身心障碍证明。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小朋友去报名，就是我们身心障碍早疗中心，那让孩子来我们早疗中心就读。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据点，那其实我们也是深入到社区里面去做服务，这样。那我们的希望是说，我们可以及早介入、及早服务，那让孩子的发展不会就是因为时间而拖迟而变慢。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采预防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就是到社区里面去，我们只要发现说，孩子好像一般就比较慢了一点，对，或者说可能一般家长他会觉得说，我带孩子出去，那孩子外面都会哭闹啊，或者说他不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或者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这样不给他，就躺在地板上那样哭这样。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是我们的潜在的一个服务对象。那我们这边就会有专业人员去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沟通，那从这个部分去介入说，可不可以让他早一点接受我们的服务，那以至于说他长大之后才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可是其实我们早期去诊断、早期可以去防止一件事情的话，其实日后成人的从家长其实会有得过好的一个发展。就是下底下我哋买嗰度郭精彩的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胜利之家的社工组的文雄，还有我哋的高保人崔琪，同人讲早期疗愈，伊都来很乜嘅意思。我想请问一下文雄，因为头都唔讲嘅quite神奇的故事啦，哈！你讲，譬如讲，你头睇嘅沙皮新闻，我看到讲，生日咧大家研究，然后爸爸妈妈唔点样嘅，但是大部分嘅新闻如果讲，一定係爸爸妈妈教育唔错。好，太放任，所以生年的话呢，可是问题你头都讲的意思，嗰种唔咩呀意思呢？吼，都在唔即个很意味讲，也新闻里边其实生年的係可能有乜嘅问题咯。就是如果说，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说，在外面一般卖场啊，小朋友他要不到某样东西，然后就会大哭大闹，或者说我们在路边常看到有些孩子就会哭闹。那其实有些原因，它可能是源自于，就像爸爸妈妈的问题，就可能平常没有教，或者说，小朋友可能出去没有跟他谈好条件。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观察说，这个孩子他在气质上是不是有一些固着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像自闭症的一个小朋友来讲好了，他其实针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会想要某样东西，他就会想要得到。可是如果说你一旦不给他，他可能就会有情绪上的一个表现。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去观察，或者说跟爸爸妈妈去谈，说他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他在家的一些行为模式是比较一个固着性的。那借由这样一个方面去了解说这个孩子的发展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协助的部分。那就是家长如果说有些疑虑，或者说他就可以跟我们联系，那我们这边就会提供所谓一个早期疗愈服务给家长这样，或者说一些资讯。但是其实有几多爸爸妈妈唔提供安样的事先去评估一件事情，一次都生意呢都特殊的时间，好幼稚园嘛吼，那本给幼稚园的给先生发现到讲，生意的发展过程有咁慢一些咯，咁几时间慢落去冇？如果说就是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就是送小朋友到一般幼儿园去之后，然后就会发现，就是由幼儿园然后上面去发现，就是所谓怎么孩子好像跟不上一般的同学。对，那这时候学校的老师可能就会跟家长去说明，就是说，你的就是小朋友好像在发展上面有一些比较慢的一个状况。那这时候的话，会请家长就是带小朋友他到医院去评估。那通常就是在我们实务上就是常会遇到，就是家长他可能带到医院去评估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跟医生讲说是学校老师带来的。所以这从另外一个含义来看的话，其实会发现说，其实家长他自己本身对于孩子的发展，他或者说对于早期疗愈孩子的一个每个年龄阶段应该学会什么，其实有些家长他并不晓得。那这部分的话，就要交由所谓的医院的医师来去针对孩子的各个领域，比如说动作啦、语言啦，或者说刚刚提到他的气质的部分去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评估。
那去了解这个孩子他在发展上是不是有需要协助的，然后再跟爸爸妈妈讲这样。考到各种讲，其实要评估迄个好，伊嘛拿到嘅手册了哈，正式进入你们的那个所谓的早疗中心。早疗中心很用啊，迄个幼稚园系咪？还是讲伊的算是收容单位吗？还是教育单位？像如果说以我们森林之家的早疗中心来讲的话，它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间幼儿园。那我们服务的对象的话，就是2岁到6岁的这之间。那我们要进来早疗中心的话，它必须要有身心障碍证明。对，那就是像是一般幼儿园的话，那我们提供的就是一般的特殊教育。那它是属于比较长时间性的，就是早上来，然后下午回去。那这个就是由我们的教保老师会在这个中心里面去带孩子去学习一些课程，对，像是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啊，或者说一些复健课程，就会融入在这一整天的一个活动的时间内，这样去帮助孩子在各个领域有一个学习发展。嘿，看对人来讲的话，头有讲，这个讲复健的课程啊，或者讲你从审判的课程，摆这种训练摆在课堂底部，你是不是可以再说详细一点？说整个课程里面大概会有怎样的一个内容呢？因为会来我们早疗中心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在能力上就会比较稍微弱一点。对，那就是因为他毕竟有领身心障碍证明的。对，所以他进来的话，就是我们会提供他一些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包含像穿脱裤子啊，或者说他想要去表达说他想要尿尿，或者说想要上大号等等这一类的一个生活自理。那更多的是有些我们要学习教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因为我们早疗中心的孩子他有些是肢体方面的障碍。他没办法像我们一般的孩子一样，可以就是拿汤匙吃饭这样，他可能需要特殊的辅具去协助他。那特殊的辅具的话，它其实除了教保员的专业以外，那更需要的是由我们的治疗师们，然后去教我们孩子去如何使用辅具，或者说由我们治疗师去评估说，这个孩子的肢体的障碍，他适合哪一类的辅具，那哪一类辅具可以辅佐他去完成他生活自理方面的一个自己来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在我们课程里面，我们也多提供了所谓的一个认知学习的课程，因为有些孩子他不是说只有学习生活自理，他在认知方面他也是需要学习基本的。那这部分就会由我们的教保老师来做协助。然后我们的复健呢，因为我们院内森林之家本身它是有自聘所谓的治疗师，就是物理跟职能治疗师在里面。那我们的治疗师他可以将他观察孩子的一个能力，那这会比有时候因为像医院它也有所谓的疗愈课程。他会比小朋友到医院去，因为小朋友到医院去可能1个礼拜只有半个小时的课程时间，这样会比较，就是我们在院内会比他去医院来得好，这样。对，所以其实如果说来早疗中心的话，其实我们在课程的规划方面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主持人有提到说，就是有些主题课程，对，因为其实有些孩子就是发展出来孩子，他其实爸爸妈妈不太愿意会带他出门。所以他其实，在社区啦，或者说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所接收到的刺激其实是比较少的。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利用，就是我们会安排课程，就是比如说带孩子去菜市场，去让他学习什么叫苹果。对，因为在一般院内可能就是拿图卡的教学，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是苹果。那他可能没有机会，或者说没有生活经验是把跟苹果连结在一起，我就会实际带他去菜市场。或者说，我们带小朋友去学习去如何购物、买东西这个部分，就是让孩子去增加他跟外界的一个连结，然后由外界的部分提供他一些刺激，这样。其实爸爸妈妈他也比较不希望说我的孩子就是一开始进到森林之家，或者说进到早疗中心，我就要一辈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学前幼儿园这个阶段，他就要一直都在早疗中心去授课、上课这样。他也会希望孩子他可以跟一般的幼儿园或一般的幼儿去做互动。所以在森林之家来讲的话，我们也会安排，就是每个礼拜会带我们的孩子，然后到一般幼儿园去做融合的活动，对，让我们的孩子去跟一般幼儿园去做融合跟互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也是让一般幼儿，就是外面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去接触到所谓的身心障碍孩子，那从小开始教育说，在他生活周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出现，那我是不是需要可以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用一些比较异样的眼光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不好的方式去对待他。对，这也是我们在课程规划上面的一个安排。这样，
对，如果其實你對一個生人來講嘅話，佢有一啲專科嘅一啲方法去訓練伊啦，哈，佢可以這個生發可以處理，哈，也可以抵一些針對呢這個可能有缺少部分、缺少的部分，哈，然後去做某同樣嘅一啲天數，哈，希望去嗰度訓練啦，應該講到嗰度訓練，最慢慢係提高，一定係是愛軌道人嘅沙期地步。咁我想問下崔奇，頭下人咧文章有講到講，因為其實你有乜嘅沙期嘅基點嘛，哈，社區嘅據點，咁一部分做了同沙期基點有幾重要，係一部分喺沙期地步有安尼做了嘅一啲基點，係個幾重要部分嘛？其實幾重要，因為我哋會針對亞熱基點嘅青年嘅範圍裡面嘅小孩子，然後我們去邀請他們出來參加一些團體活動，然後就是其實會像我們在長治那邊就有一個輪上社區的據點，那我們是連接到那個活動中心的主委，請他借我們場地，然後我們就連接了社福館那邊的玩具車，就我們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都會去那裡，然後就在前一天我們就會去社區張貼我們的那個宣傳單。然後也有請那個主委幫我們宣傳，就是跟這邊還沒有念書的孩子，或者是說甚至屏東市啊、長治鄉所有各村的還沒念書的孩子，都歡迎他們帶孩子來玩。那我們就會借由玩的過程中去看到孩子哪裡是不一樣的，然後我們社工就會從旁邊跟家長聊聊看，說孩子平常在家的表現啊。那是不是真的有些需要協助的，社工就會留他的名片跟家長說，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有需要，你可以跟我們聯絡。咁你這個經驗地方有真是有數到，唔等係一個沙期經驗地方，真是有發現到講，也真是有一些我哋講有點障礙啦，哈。但是冇人發現到，但是後來經過一位方法，變成也可以個做一些得到一位療癒嘅一啲案例哈。有，安尼有咧青年咧，伊也咪，其實伊去家己啊，伊個青年咧，伊出生就有18問題，係，唔過伊還望連接到俺的生理之家，也是經過伊個朋友，伊個朋友是經過我們社工，他在其他據點，像他有在衛生所，他也會做宣傳，對，然後後來我們介入之後，就發現，哦，原來這個媽媽，她真的不知道怎麼教小孩，她是新手媽媽。然後小孩的發展就是變得也比較落後，加上他又不知道怎麼教，所以他整個我們那時候剛介入的時候，小孩大概已經快1歲了，可是他連爬都還不是很好。可是你開始介入以後，你就開始慢慢的提供，其實用來去唔單止於訓練啦，好，但是至少用來去訓練生人的肢體的用肌肉的一種能力。嗰時有慢慢地會有發現到個生年的可以用無同樣嘅方式去教伊。一定，因為其實平常啲生年咧，啲路卡條生年互動啊，過點，伊無馬上癮咧，你喺吃伊示範嚟都本身媽媽就過點乜嘢啊？係，教嘅時間都點點應教咩？伊唔啲啊同生年講，像人哋我同生年講咯，哦唔困係啊咧玩具按好教哦，又馬個上，如果同生年從安尼應講法，伊都點點嘅應教嗰種，安尼同伊講，慢慢同生年教嘅時間，都按剛剛這個是嗰種演員用的，能演多少演多瘋狂就盡量演，這樣小孩才會覺得好玩，他才會跟着你玩。其實學生人係冇幾唔簡單嘅事情啦，但是而家喺社會地方嘛，有幾多個團體、幾多個一啲組織，我聽說用嚟去觀察生人，用嚟學生人嘅。首先下我哋下我哋話有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賓同人講到早期療育嘅診斷嘅問題，一部分頭先我哋愛接上到頭先我哋講嘅話題噃。如果因為頭先有講一啲故事，你講媽媽教生人係個點咧，嚇，因為可能媽媽本身都個點嘅人啊，嗰時如因為個伊咪見到伊啲媽媽本分嚟嚇，嘅讀幾時都味啊嚇，但是
跟任何人提供，其实声音呢，希望有过多的触觉，很多的刺激。好，我们讲喺听觉啦，哈，视觉啦，某种触觉的那种刺激，因为它嘅时间咧脑筋咧发育嘅时间，哈，过多无向我触觉然后发展，但是佢对几多人来讲嘅话，我本身都几点嘅人啊，好，可是也係一個問題，聽音問題，你講，像有家長會講，唔承認你，像有安尼家長，安尼伊嘛有讀過一種嘅家長，咁樣家長一樣咯，都愛慢慢地對伊開導。我哋都假設，我哋用公婆路教育幾個啊，冇安尼咯。都愛對伊，我伊帶生日出來同安尼平常一般的生日了啊。你了個過程中，你同你家長講，你看你咧同人的生日咧，人的生日已經曉得做嘛嘅，毋過人家生日還唔曉得。即係我哋個早期來講嘅話，嚇，安尼生日嘅話，對幾多家庭來講嘅話，如果因為講也係命運，好，如果怪可能是我的責罰，但是而家係等你教育安進步嘅，而家係安尼家長。我們會遇到一些家長，他可能會覺得說，好像我生了這個孩子，或者說發現孩子他發展比較慢，那他就覺得說，好像我上輩子就是可能做了些什麼不好的事情，然後才會漸漸影響到這個孩子的一個。可是你看到，見緊印度生意呢，爸爸媽媽差唔多6、7年次的吧，60幾年次、70年次吧。現在小朋友3、4歲的話，大概70幾年次。對啊，其實人人次讀書過幾好嘅教育嘅，也還會因為講前輩子的一個。會，因為其實，在我們服務的區域啊，它其實在比較多的鄉鎮，它還是比較有保守的一個觀念在。對，那這個部分的話，一來是爸爸媽媽他們可能會有這樣的行為，那二來，它其實有一些是阿公阿嬷那部分的觀念也會更重。對，那通常面對於這樣的一個孩子，或者說這樣的家庭來講，他就會越難去接受所謂的孩子他有發展比較慢的問題，然後或者說讓孩子去及早接受所謂的一個療癒，他可能會去尋求所謂的神明，或者說所謂的一個宗教的一個方面去，看是不是可以去幫助這個孩子。可是通常在這樣的一個就是我們學習或者說我們服務的過程裡面來講，我會發現說，這樣孩子他其實在家長這樣的一個主導下，其實被教好的，或者說被就是可以學習的一個成效是有限的。所以我們會建議家長，就是我們一起來做，只是在我們的一個文化背景裡面，我們會不會跟家長講太多有關於所謂的早療，或者說這些專有的部分。那我們會去配搭，就是家長他可能覺得說，他覺得一些神明的部分，我們會去接受他的一個文化，然後去進而去提供他的這樣的一個服務，就去影響改變他的家庭的一個環境。因為像在之前，我們有一個家長，他也會覺得說，小朋友半夜不睡覺，或者說小朋友半夜起來，那是什麼原因？然後媽媽就會跟我們講，她說那是晚上祖先來找小朋友，所以小朋友就是會半夜突然醒來大哭這樣。可是，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來看的話，那小朋友的他的一個狀態，有可能是他的癲癇發作了，對，所以他以至於說他半夜會突然驚醒哭泣這樣。那我們就會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去跟家長去溝通，說，小朋友，那我們是不是要去觀察他，就是晚上起床，他大概是在幾點起床，然後了解他這樣的一個生態的一個習性之後，我們再去協助他，我們不會是直接就拒絕說，或者說直接去反駁家長說，這個不是什麼怪力亂神啊，這是怎樣怎樣，因為通常你剛剛跟家長講，他不太能接受這樣。係，因為吼，咱嚟講嘛，其實嘛，喺你個創業嘅想法嚟講。如果聽順到人也要信，順到意見也要想法啦，因為其實對幾多嘅人來講嘅話，如果前面啲人員去相信嘅事情，其實係因為有冇辦法嘅，有冇其他嘅方法去解決一件事情。可是從這個上網最近，這個係最前線嘅啲人嘛，嗬。因為其實像有啲人，我因為講，我乾脆相信宗教嘅事情，其實係因為而這個唔係有乜嘅資源。有乜個資源可以去獲得？我們有乜人可以聽屬於？佢從這個一部分嚟講，這個本來係專業係做認知嘛，嗬。你咪同啲觀眾朋友紹介下，乜嘢叫認知啊？因為
大部分人如果认为讲认知迄咩都啪嗒呢，戇去智力嘛，佢认知有嘛可能？认知都其实是一般生活上的零食的东西，像看到小狗，就底下叫诶，用来拍汪汪汪嘛，看到猫诶，就底下喵喵喵，也种他们都认知，就是一般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东西。可是认知同智力有绝对的关系吗？冇，其实是冇一定的。认知其实都讲家长平常就教细年的一种的知识嘛。像看到茶就茶，前进，看到红灯的要停下来，也嘛都很多认知，都是生活上的一些知识。因为像认知一部分咧，因为头都文章有讲到有部分的内容嘛，因为头都讲除了教细年用去照顾这个日常的生活，地方认知的那部分，咁认知要用去改善。都平常要同细年多讲法。多讲法。而家就像唔去到路杯，做去到路杯，你都同佢讲，也个是买个茶诶，也是奥多拜啊，也系去行茶啊，买个茶，都教伊，所以比如伫样生活中有买个东西，你个东西也行到买个名诶。好，可是等于你讲，等于讲。伊唔免无安尼能力去做连接，可能也要世界做连接，迄唔即个无教伊去做连接。可是等于你讲，人的工作都等于讲，把一只生意呢，带伊去同一只世界做连接，人的连接、事物的连接，好，跟其他事物的连接，也的连接可以是一条线，还有变成一个庙。咁从来讲的话，一般来生意，爸爸妈妈对生意来讲的话。对，伊来讲认知的学习，如果真的如果都带伊去多提供法，都带伊去见世面，是这样的意思吗？其实都一天要带细年出去啦，无明年关在路卡，像今年你拢没看电视都看天咯，无都看手机的咩，有第二家长就挑咧平板不细年嘞，就是您讲的3C保姆。等一下，3C它也有声音的刺激啊，也有颜色的刺激啊，也有动作的刺激啊。那有没有呢？因为他那个画面跳太快了，孩子还来不及思考，他就跳下一个画面了，所以孩子会习惯看，但他不习惯思考，这个对他的认知就没有任何帮助。等于如果其实认知有个东西是生人的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明到的，以这个地步要去转化变成这个一部分，然后变成他的认知网。对，但是其实健康的看电视，可以想看的几多，买个小猪啦，买小狗啦，看的几多，但是其实生意的某一项，也冇司机接收到也做个东西，伊看到是抢人的手机的当红的狗的啊、猫的啊、猪的咧条，不过伫个真实的社会在世界里，伊其实冇看过。加总讲。我冇伊个问题，因为其实我哋冇办法去讲，同爸爸妈妈讲，这个我本身已经看到手机，因为其实也系一个沙飞的现象，做乜话呢？因为有时真係嗰塊帶，即一个手機生意都掂喺度，都過千嘅啦，後尾個掂喺度啦。但是我哋係咪有啲改善嘅方法嚟講？係咪看起一個生意嘅媽媽馬上就講，你從這個地方看到了什麼？頭剛剛買個豬。还没讲我们个法，按这个想法呢，是不是可以增加这样子的互动，造成他认知上，就是说你变成以没那单单的在看电视，变成有一点同你互动的时间，不够好。其实嘛都得，其实唔係講手機全部都唔好嘅啦。如果到那種軟體，他們是開發專門俾那種細細嘅青年嚟教嘅，研究嘅過程中都會講，因為伊個問題，會比18時間去想一下。想完那去回答安尼。因为我做嘛我还有问题嘛，因为原本我就看到一家人啊两个如果几群啊，差不多一直查差不多一岁吧开始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开始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食手机的，然后爸爸妈妈都轻爬，因为我想讲真的没办法，因为尤其像以前没手机的时间，生意的是包都开始在闹爸爸妈妈真是没办法，过点过轻的吃饭，但是佢有手机的。
好，但是我哋從講本身嘅健康睇到數據，睇都能講冇回饋，好，生意你唔會講啊好不好看，好什麼之類的，唔會想講樣，因為呢種東西真係要夾個太年紀大啦，嗰時等於講，其實嗰種健康天使嘅生意嚟講，也嘅認知發展其實是會過慢一些啦。我想從下問下文雄吼，因為其實你這個體育片嘛做咗8年了嘛，吼。咁你這個對台灣的一啲早期療癒市場來講的話，你認為台灣的早期療癒是成熟的嗎？這麼講好了，其實，在台灣的早期療癒的話，它其實我們大部分的話也是去學習所謂的一個國外的經驗，從國外取經回來帶到台灣，然後在台灣去實行這樣。所以其實對於台灣而言，我們在實行過程裡面一定會去摻雜一個所謂的一個台灣的一個文化背景。就像是我們在台灣早期在做所謂的早期療癒服務的時候，我們可能主要的重心會放在孩子本身，對，那就是會變得有點像是我們在教孩子去幫助他學習。可是，在漸漸的在這幾年呢，其實我們也發現到說，所以孩子他的一個學習，他不是單單只有他自己本身，因為他是生活在家庭、生活在社區裡面，對，所以其實在我們的服務方面裡面來講。也是接近國外的一個經驗。國外它其實一直蠻着重所謂的家庭的教育、家庭的一個文化。那在我們台灣的話，我們就會所謂的以家庭為中心的這個概念，或者說我們所謂的社區早療。我們希望從社區、從家庭這個根本去改善孩子的一個學習環境。對，我們需要從這個層面去改善那個所謂的一個家長的教養。對，那這也是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台灣的早期療癒目前在實行的一個過程，就是一個方法啦。我們會融入在他的日常生活學習，對，強調說從他的一個自然的環境中去幫助他。50年前，一群傳教士來到我哋屏東，聽說我哋屏東嘅受人麻痹嘅兒童。但是50年後，我哋台灣人即係去聽說台灣人，我哋嘛歸大幫我哋呢基督教聖理之家喺屏東，從事我哋呢弱勢團兒童嘅教育作為安導人，我歸感謝伊哋歸沉澱，也為土地。今日歸感謝來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安導聖理之家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喎，大家聽下第一時上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